镜周刊报道，以《黑色党徒》拿下最佳改编剧本的导演史派克利，跟颁奖人神盾局长山姆杰克森在舞台上相逢，不仅开心到两脚开，全场起立鼓掌，一开口也是 MDFK MXXXXXFXXXXX。20年前，黑人导演史派克里以《为所欲为》Do the Right Things轰动影坛，也是山姆杰克森出道没多久，还没无闻的时候演出的电影，但奥斯卡却一项提名也没有。20年后，史派克里的《黑色党徒》却得到奥斯卡多项提名，还拿下最佳改编剧本。当颁奖人山姆杰克森开心念出史派克里的大名时，全场观众不仅鼓掌起立，史派克里也开心跳到山姆身上，整场观众也开心大笑。更有趣的是，史派克里一开口就是山姆杰克森在历年电影里最有名的台词 MDFK， 真的很爆笑。不过转播的 ABC 电视台第一时间暂时来不及消音，这句话就放送到全世界，不过网络的颁奖片段就消音了。